孩子怎么样？孩子发高烧都不退。那你给他吃过药没有啊？我给他吃了，但不退啊。医院，快！你都要什么面膜啊？是哪个保湿？哎，有个事儿啊，我想问问你啊。你说想讨女儿欢喜的话，应该送点什么好啊？再看看吧。到了，谢谢。爱宝，送你回来这么多次都没有进过你家，要不我们去你家坐坐吧？当然好啊。逸轩，行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爱宝家真漂亮，很温馨的感觉，你觉得呢？挺好的。我特喜欢这沙发。哎，你说我们找机会把我们家再装修一下吧，可以参考爱宝家的风格啊。你说了算。来，喝杯咖啡吧。谢谢。这咖啡真香。逸轩，你也试试啊。喝了咖啡，我晚上睡不着觉。爱宝，你们家都是你自己布置的吗？一个学设计的朋友一起帮忙布置的。很有家的感觉。能不能带我上楼参观一下啊？那么，这时间不早了，应该孩子也睡了，咱们走吧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上去吧。好。啊，我先去换鞋吧。啊，不用了。楼上有几个房间啊2个，一个我的，一个准备给闹闹的。好多照片啊！哇，好多闹闹的照片，好可爱。
今天晚上从乃梦走进爱宝的家那一刻，我的心一直在嗓子眼待着，老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我最担心是乃梦在爱宝家会察觉到什么，我害怕我跟爱宝这种奇怪的关系，一旦让乃梦知道了，会伤害到她，伤害到我们的家庭。虽然最后什么事都没有，可这一晚让我过得提心吊胆的。看着乃梦熟睡的样子，我稍微踏实了一点。不管了，听天由命吧。